呢個城中學社嘅計劃咧，咁佢受資助嘅院校咧都有20幾間嘅，咁佢散佈喺唔同嘅地區啦。咁我會覺得咧最大機會係受惠嘅咧，就可能係上環、西環啦、尖沙咀或者係長沙灣、荔枝角、荃灣呢啲地區啦，會優先受到追捧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如果係講月下，當消化咗一定程度嘅數量之後咧，我諗剩翻落嚟嘅月下咧係會變咗供求嘅問題啦，係會有機會咧受到追捧，會提早企穩，同埋咧有機會向上反彈嘅。有關同股不同權嗰方面咧，我相信今次政府咧係做咗一個好明智嘅決定嘅。咁今次會形成到咧同周邊地區咧有一個較為正面嘅競爭啦。咁我相信一啲東南亞企業啊各樣咧都會多咗選擇嚟香港呢方面上市。咁而受惠地區嗰方面咧，一定係傳統嘅地區啊，包括係中環啊、金鐘啊呢啲甲級寫字樓啦。咁因為而家香港嗰個甲級寫字樓個空置率咧，大約係10零個%度啦。咁我相信今次呢個改動咧，有機會幫助咧空置率降低去到低過10%以下嘅。咁應該係一個正面嘅信號嚟嘅。